12点了，怎么还不回来？不会出事了吧？就这里吧。老大，你说就这么个废物傻子，用得着您亲自出马吗？这傻子的老婆可是江城第一美人唐慕雪，我见过一次，那身段。老婆，我要老婆。这傻子还惦记他老婆呢，别急，等会儿先送你上路，我们老大会去你家好好照顾照顾你老婆的。别他妈胡说八道！唐慕雪那是郑少预定的。再胡说，小心老子抽烂你们的嘴！行了，赶紧把麻袋丢下去。徒儿，你如今已武丹3绝，为师已经没什么好教你的了。这本掩天诀是为师最后的礼物了，拿了之后下山去吧，切记绝对不可以强行修炼。掩天诀竟如此霸道，强行修炼让我失忆这么久。要不是母亲留下的吊坠，恐怕5年前，我因为强行修炼掩天诀失去记忆，流落街头。后来被唐氏集团总裁唐慕雪挑中，作为傻子赘婿入赘唐家。在唐家，我受尽嘲笑，更因为唐慕雪遭人觊觎而被沉江。如今我记忆恢复，掩天诀大成，是时候将我受到的屈辱一一奉还。狼门就先拿你们来祭旗。您的银行账户收入1000万元整。尾款到了，兄弟们，走，今晚爷带你们去潇洒。鬼，是鬼啊！放屁！这个世界上哪有鬼？你是人是鬼？我当然是人，不过你马上就要变成鬼了。吓他妈老子一跳，在水里游了一圈，小畜生学会装神弄鬼了，差点被你这个傻子唬住了。傻子，爬过来给爷磕2个头，爷一会儿带你去找老婆，好不好？行了，别玩了，赶紧把这傻子解决掉，别耽误老子一会儿去潇洒。傻子。我说过，你要变成鬼了。不可能，你一个傻子，这怎么可能？吴大师救我！年轻人，同为武者，得饶人处且饶人，凡事不要做得太绝。倚老卖老的老东西，先管好自己，一把年纪活到狗身上去了。你是哪家弟子？竟敢这么跟我说话！滚！这是什么？要你命的东西！吴大师，秦爷，秦爷，饶了我，我也是替人做事。是谁派你杀我的？是郑景辉郑大少。他住在哪儿？我不知道啊，郑少住处很多，我该说的都说了。那你没用了。郑景峰，郑家。姐，都这么晚了，你还等那个傻子干嘛？慕瑶，他好歹是你姐夫。我可没承认过。姐，你到底图什么？那么多青年才俊你不选，
非要找个傻子当挡箭牌，反正你们连手都没牵过，离了算了。今天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有点事。你这傻子！我姐跟你说话呢，你什么态度？姐，这个傻子现在都敢瞪我了，你倒是管管他呀！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他怎么像换了一个人？我们离婚吧。秦宇，你这1年多吃我姐的喝我姐的，你有什么资格提离婚？这份情我记得，我可以答应为你们出一次手，百无禁忌。还百无禁忌？你以为你是谁？你当初选我当挡箭牌，无非是觉得我痴傻，好掌控，不会引狼入室。但现在情况不同了，是结束的时候了。你还是秦宇吗？是，之前只是出了一点意外，我一直都是我。我当初选你，确实有不得已的苦衷。你再维持这个身份一段时间，然后我们就去办手续。多久？最多1个月。家族里的人一直想让我离婚，然后把我嫁出去，夺走集团控制权。只要再过1个月，集团新品上市，站稳脚跟，那些人的伎俩就没用了。好，1个月之后，你我两清。喂，你去哪儿？哥，多吃点儿，都瘦了。回家。小伙子，你找谁啊？大婶，请问这家人呢？哎，你是说老周家吧？夫妻俩大半年前出车祸死了，肇事司机现在都还没找到，可怜哦。那他们女儿小童呢？老周两口子虽然不幸，但那丫头争气，考上了金陵大学，现在放暑假，在酒吧当服务员给自己挣学费呢。多谢。爸妈，雨儿不孝，回来看你们了。你们放心，我一定会照顾小童，找到肇事凶手，替你们报仇。老爷，你怎么了？快把保温杯拿来。如果你想快点死，就喝下这杯药茶。你怎么说话呢？小伙子，你刚才那话是什么意思？我这药可是几位中医大家专门调配。天葵子与清宫藤相冲，宫丁香与天葵子相克。你这药茶简直是乱炖。你内伤早已入脏，喝下此物无异于催命符。老爷，快去请那位先生。先生，求您救救我家老爷！刚才你要是听我的，何必遭此一劫？还请先生救我家老爷一命。多谢先生救命之恩，不知是否有幸得知先生名谓？我叫秦宇，不过你也别高兴太早了，这只是初步治疗，想彻底根除，还需要后续长期治疗。还能根除？我求医数10年，无数中医大家都束手无策的救伤，居然有救了！高人，绝对是隐世高人。这里面有1000万，我知道钱对先生来说不算什么，但这是老夫的一点小小心意，先生还请不要推辞。等根除之后，老夫另有重谢。有这1000万，够小童上大学用了。行，我就收下了。秦先生，老朽在府上恭候大驾。小童，哥，你这些年到底去哪儿了？你知不知道我和爸妈找了你多久？爸妈都死了，我没爸妈了。对不起，都是哥的错，以后
哥来照顾你。不好，要迟到了。哥，你先回去，我下班找你。酒吧鱼龙混杂，我得看着点小偷。一杯威士忌。帅哥，一个人？瑶瑶，你看那不是你那个便宜姐夫吗？慕瑶经常说的那个傻子赘婿，难怪有底气跟我姐提离婚，原来是勾搭上了富婆，不要脸。你看错了，我姐夫是个傻子，怎么可能来酒吧？我们去玩。你们先玩，我去一下洗手间。流氓！你刚才摸我，给我朋友道歉。道歉？凭什么？有证据吗？就他那种货色，倒贴我都看不上。倒是你，如果在我身边，我的小兄弟可能会忍不住。你无耻！我就是无耻如何？我劝你最好道歉。这位可是广鼎投资董事长之子。难道说是那个资产数十亿的广鼎投资？哟，广鼎投资，我好怕呀！那你又知道我是谁吗？何家，何凯，听说过吗？啊，何家可是江城10大家族之一，广鼎投资差远了。何大少何必和小女生一般见识？他扇了我一巴掌，这事儿可没那么容易算。不过也不是没有解决的办法，很简单，让这位小姐陪我出去吃个宵夜。你做梦！小爷长这么大，还没被人动过一根手指头，让你陪一陪，过分吗？来人！你们敢！我是唐家人，我姐是唐慕雪。唐慕雪的妹妹，更有意思了。如果是你姐，我还真不敢下手，毕竟是那位预定的。但你嘛，说不定我以后还能跟那位成为连襟呢。带走！曹辉，谁来救救我？放开他！又来一个英雄救美的，说说看，你又是什么人？我是他姐夫。姐夫，唐慕瑶喊他姐夫，那不就是唐慕雪那个傻子老公吗？这傻子怎么跑到酒吧来了？敢得罪何少爷，看来是真傻子。原来是你啊，有意思。要不一起去？姐夫看小姨子欢愉，这画面想想就很刺激，不是吗？姐夫，你快走，去通知我姐。想走，晚了，上！嘿嘿。你是个练家子。我最后说一遍，放了他，跪下道歉，饶你不死。你算什么东西？不过是会2招拳脚功夫，也配让我跪下？哼！你一个人打得过我这么多保镖吗？哥，哟，你这傻子还有个漂亮妹妹，我收回刚才的话。小子，让我跪也不是不行，但得是在床上跪在你妹妹后面。找死！周彤，快让你哥松手赔礼道歉，这可是何家的小少爷啊！带我妹妹先回去。年轻人，
你知道这场子的背后是谁吗？是雪罗刹。所以呢？啊！小畜生，你敢动我，何家绝对不会放过你的。给你个机会，把你所有能叫的人都叫来。好，这可是你说的，你给我等着。爹，我在酒吧被人打了，快带高手来救我。小子，你死定了！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。我允许你起来了吗？啊！我的腿！谁敢动我的儿子？爸，就是这个小子，他扇我巴掌，还砸断了我的腿，你一定要给我报仇啊！就是你打断我儿子的腿！啊！现在你看到了，狂妄，给我卸了他四肢！你是武者，还有什么帮手吗？都依次叫过来吧。你等着！就是你打伤了我的孙儿。你们何家还真有意思，打了小的来了大的，打了大的来了老的。别人都是葫芦娃救爷爷，你们何家这是爷爷救葫芦娃啊！别以为自己是武者就能肆意妄为，我何家同样也有武者供奉。难道是何家的黑白双煞？爷爷把黑白双煞都请来了，傻子，你死定了！等会儿我要让你跪着求我。人级巅峰的黑白双煞竟然走不过一个照面，不可能，你绝对不可能是唐家那个傻子！何家主，在我血罗刹的地盘搞这么大事情，是不是太不把我放在眼里了？今日我儿孙受辱，事后一定给雪罗刹小姐个交代。这位公子，得饶人处且饶人，给我个面子，此事算了吧。给你面子，你算什么东西？公子不会以为击败2个人级武者就可以肆意妄为了吧？这小子完了，居然敢招惹血罗刹！小子，血罗刹小姐可是地境巅峰强者，识相的话就赶紧道歉。黑白双煞确实是废物，那狼门呢？狼门一夜被灭，难道是他做的？狼门可是也有地境武者坐镇，此人绝对不能招惹。公子说的是我唐突了，这件事我不参与。这小子到底给了血罗刹什么好处？之前我说了要让你儿子跪下道歉，但他腿断了，子不教父之过，就由你替他跪下。小子，今日你逼我下跪，来日我必100倍奉还。为老不尊，一把年纪是非不分，也给我跪下！他，我很不喜欢。明白了，秦公子，我送送您。血罗刹居然亲自送姐夫出门，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哥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不是让你们先回去吗？这件事因我而起，我不能自己跑了。小童，以后有哥在，就不用打工了。上学的费用方面你不用操心。哥，我都已经开始上班了，这半途而废不好吧？反正我也做不了多少天，开学我就上学去了。你呀，公子放心，令妹以后在我这里绝对不会受到任何骚扰。一个小人情就能和高手搭上关系，太划算了。血罗刹真的在讨好姐夫。走吧，开车。好的，姐夫。哥哥，我刚刚就想问，哥哥你结婚了？总不能说我是假结婚，马上就要离婚了吧？那样小童该担心了。是。嫂子漂亮吗？还行。这话要让别人知道，江城最美女总裁被人评价说还行，非得气死不可。晚上跟我一起回去住吧。不了，没多少天我就去金陵上学了，得回家收拾一下。嫂子家这么有钱，哥哥当上门女婿日子肯定不好过，不能给哥哥添麻烦。等小童去金陵上学，
在吉林给他买套房。不行，连血罗刹都对姐夫恭恭敬敬的，这么厉害的姐夫，绝对不能让我姐跟他离婚，放手才是真傻子。姐夫，早上好，快过来吃早餐啊！怎么才过了一晚上，慕瑶对秦宇的态度就变化这么大？他们两个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？我不饿，你们吃吧，我出去买个手机。姐夫，我吃好了，我陪你一起去吧。不用。好吧。慕瑶，你们两个是怎么回事？什么怎么回事啊？他本来就是我姐夫吗？你之前不是最讨厌秦宇吗？那是以前。姐，我仔细想过了，他现在不是好了吗？要不到时候给他转正吧。别胡思乱想了，1个月后我和他就两清了。不行，这么好的姐夫，错过了上哪儿找去？我一定要想办法挽留住姐夫。爸，爷爷，我要那小子死，我要他全家都死！放心，这个仇我们必须报。家主查到了，那小子妹妹叫周彤，就住在这处救民斋。武道高手又如何？是人就有软肋，他不是在乎他妹妹吗？那就用他妹妹的命来换他的命。还是爷爷老谋深算。爷爷，姜还是老的辣，有了这些家伙，那小子再能打也是个死。哼，我已经派人去抓他妹妹了，等把他引到这里，我要让他亲眼看着他妹妹死在他面前。我还要把他做成人质，让他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不错，这里深山老林，将他们兄妹命这儿一埋，神不知鬼不觉，是个不错的葬身之术。好，好，好，就按我儿和孙儿的意思办。就是他，他怎么一个人来了？我们的人呢？他妹妹呢？虽然和计划有点小小的出入，不过都一样。就算没有人质，今天他敢来，我也能让他有来无回。动手！小子，你得罪错了人，下辈子把眼睛擦亮一点，开火！人在哪儿？你到底是什么鬼物？不好，他发现我们了！快开车！撞过去，给我撞死他！你怎么知道我们埋伏在这里？想知道吗？谁派你来的？是何家，何家派我去抓你妹妹，他们要在城郊树林埋伏你。你们不需要知道那么多。秦先生还请小心，我刚刚得到消息，何家调集了一批枪手，恐怕要对您不利。虽然已经不需要了，但还是多谢。不需要了。小女子想在上品区宴请先生，不知先生是否有空？小童还在他那儿打工，倒是可以给他个面子。可以。先生，请。秦先生，冒昧相邀，还请见谅。这一身杀气，何家恐怕真的完蛋了。还好我一直教好秦宇。说吧，请我吃饭有什么目的？认识秦先生，就是最大的目的。薛罗刹，我们帮主请你几次都不去，今天却在这里陪一个小白脸吃饭，是看不起我们风云帮呢，还是看不起我们帮主？葛全，这是我订的包厢，带着你的人给我滚出去！薛罗刹，多日不见，你这脾气倒是长了不少啊。正好谈谈童子街那一块的归属吧。我们大当家的说了，你要是乖乖吐出来，就你好我好，不然就别怪我们不客气。相信你也不想步狼门的后尘。狼门是你们灭的。既然薛罗刹你有事，那你们谈，我先走了。什么意思？你要拦我？葛全，这是我朋友，你不要太过分。哟，看来还挺维护这小子的嘛，不会真是雪罗刹你养的小白脸吧？小白脸，雪罗刹床上功夫怎么样？你这小身板扛得住吗？你过来一下，我跟你讲。小子，你他妈敢杀我！都给我上！废了这小子！你是什么人？
我等着！还有血罗刹，你们都得付出代价！你再多说一个字，今天就走不出这上品局。秦先生，你闯大祸了！风云帮是江城地下势力霸主，葛全是风云帮帮主的心腹，你打了他，还是躲一躲吧。没必要，想报复的话，让他们尽管来找我。废物！一群人连一个小白脸都打不过，你们还有脸回来？老大，这哪是在打小人的脸，明明是在打您的屁股啊！那个小白脸还说了，要老大你跪下给他和红罗刹道歉。好胆！查！给我查清楚这个小子到底是什么来头！好磅礴的能量！小伙子，有眼力啊！这可是好东西，是我祖上传下来的。今天看你有眼缘，1万块你拿走。1000，我要了。太少了，这可是我千辛万苦从500。怕了你了，1000就1000。不，刚才是1000，现在只有500了。小伙子，哪有你这么还价的？回来，500就500。200。行，200就200。胖子，这玩意儿不错，多少钱？任大爷大驾光临，我怎么敢收您钱呢？您喜欢拿去就是了。我任家最不缺的就钱，1万块我要了。哎呦，任大爷果然大气。老板，钱我已经付了，东西是我的，我把钱还你就是了。我只要他。小子，你要跟我抢东西？这小子不知道任爷是什么人吧？那可是任家的大爷，真是作死！任爷看上的东西也敢抢。小子，今天爷心情不错，刚才的事儿就当没发生。1万块买你手里的东西，拿着钱赶紧滚蛋。不好意思，我的东西不卖。别给脸不要脸，小子，你可知道拒绝我任天红的后果是什么？我会让你这辈子在轮椅上度过。秦先生，冒昧打扰，还望见谅。你打来是？一来是再次感谢秦先生的救命之恩，二来是老夫在江城也有些关系。秦先生若有需要，尽管报我的名号。那我还真有需要。眼前就有一位叫任天红的大爷，说要让我一辈子在轮椅上度过。什么？这小东西是想死吗？秦先生，你把电话给他。喏，找你的。小子，今天天王老子来了也救不了你。任天红，顾远山不是天王老爹，但你要动我金陵顾家的贵客，得先问问我答不答应。先生，误会都是误会，您大人不计小人过。怎么，我下半辈子不用坐轮椅了？秦先生说笑了，就算是我坐一辈子轮椅，也轮不到秦先生啊。秦先生，这是我的名片，以后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。罗队，现场只有1种脚印，可倒下的却是这20-30个拿枪的，太奇怪了。而且罗队，你看这份关于何家祖孙的报告，他们的伤口是被石头打出来的。石头？罗队，狼门刚被灭，今天何家又出事儿，真是多事之秋啊。何家出事，我们压力大了。这件事只有一种可能。师傅，你是说武者？一颗石子威力堪比子弹，除了武者，谁能做到？就到这里吧。师傅，我已经查到一些线索了。前天晚上在酒吧，事关武者，不是我们巡捕司能处理的。把资料整理一下，明天汇报上去。这个案子到此为止。可是没有什么可是，这是命令。我一定要查明真相。姐夫，慕瑶之前不是最讨厌秦叶吗？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不知道敲门吗？唐总，实验室的新品出问题了。怎么会？前2次试验不都好好的吗？我们这次的产品偏向保健品，之前的试验没那么严格，但在最后的全面评估模拟中发现了致命问题。按道理，这个问题早就要被发现。我问了实验室那边，说是之前和这个数据相关的线索被人故意隐瞒了。公司有内鬼，居然不顾公司死活，也要逼我下台。先带我去实验室看看情况。堂兄，你这么贸然过来，不怕你的堂妹发现我们的关系？她现在自顾不暇，哪有空管我？哼，你们父子也是有够绝的，为了公司控制权，居然动用这种手段。她一个女人掌控这么大家业，有意见的又不止我一个。再说，我这不也是为了郑大少你吗？唐慕雪不下台，
怎么会甘心做你的玩物？哈哈哈哈！说得对。你今天过来是？我听说那个傻子没死，据说昨天有人在酒吧街看到他了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看来是我多虑了。等到唐慕雪一无所有，还不得乖乖爬上本少爷的床？唐慕雪一个女人，没了这傻子赘婿做幌子，新品再搞砸，她一个女人还有什么资格掌舵唐氏集团？莫非这吊坠和真元有关？果然不是凡物。进来吧。姐夫，你觉得我姐漂亮吗？挺漂亮的。除了漂亮，你对我姐印象怎么样？拼命、独立、坚毅，一个标准的女强人。我不是问你我姐是个什么人，我是问你喜不喜欢她。这傻子简直有病！对不起。谈不上喜欢，但我愿意把她当做朋友。唉，我就知道，果然姐夫这么厉害的人，怎么会轻易喜欢上姐姐呢？不过没关系，我一定要把你们撮合到一起。姐回来了。他们两个，不会吧？虽然我和秦宇没有感情，但他毕竟是我名义上的丈夫啊。姐，你别误会，我就是找姐夫聊聊天。姐，你怎么了？有心事？没什么。这个家平时你撑着，出了事你总得告诉我一声吧。新品出问题了。怎么可能？这对你那么重要？一言难尽，我先上楼了。你们刚才说什么新品出问题了？是我姐公司的医药新品，对她至关重要。现在离发布会不到1个月，偏偏在这时候出事了。他要1个月后才跟我离婚，就是因为这个。前天我被扔进江里，今天公司新品就出问题，太巧了。这中间到底怎么回事？你跟我说说。我也说不太明白。总之就是家族里有一群坏人想要把公司从姐姐手里抢走。姐，下来吃饭了。我不吃了。你去告诉他，如果他下来吃饭，这个问题我帮他解决。姐夫，我承认你很厉害，但那是医药研发，不是开玩笑的。你就按我说的去说。懂了。姐夫，你是想先把他骗下来吃饭？果然，你还是关心我姐的嘛。如果我说我能解决你的新品问题呢？如果我说我能解决你的新品问题呢？秦宇，你的好意我心领了，但这件事，除非神迹降临，否则绝无可能。你想要神迹，我就给你看看神迹。更何况，你现在还有别的办法吗？姐，就让姐夫试试，死马当活马医呗。罢了。比。反正已经是废纸一张，就随他吧。之前的配方确实有问题，我修改过了，现在不但没问题，效果至少比之前提高10倍。好了，你别胡闹了，你是在故意耍我吗？专家说想要解决配方问题，最少也要半年时间，更别说提高10倍。你还有其他办法吗？是啊，姐姐，不如试试姐夫的配方。我要提醒你一句，小心身边的人。你放心，这份文件只有我最信任的人可以接触。唐少，你怎么来了？不可能，一个被塞进麻袋扔进江里的人怎么可能还活着？哦，我听说新品评估没通过，过来问问情况。一点小问题而已，不用操心。那就好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说一声，那我就先回去了。什么？你说那个傻子还活着？郑少，我亲眼所见，那傻子就站在唐慕雪旁边。知道了，这件事我会处理，你那边计划继续。查查唐家那个傻子到底是怎么回事，还有狼门，告诉张彪，收了我1000万，事情没办成，必须给我个交代。少爷，狼门灭了。什么？
那傻子真没死。爹，我亲眼所见。看来郑家办事也不靠谱。父亲放心，那位郑大少还会出手的。他既然已经出过手，就一定会直到弄死那小子才罢休。那个傻子终究是个小问题，关键还是我们自己这边。父亲，老太婆现在什么态度？老太婆是续齐，只关心自己的利益。我已经答应她了，如果支持我们，到时候自然亏待不了。父亲高明，有老太婆的支持，我们就事半功倍了。姐夫，好看吗？好看。你刚刚说什么？切，装什么糊涂？男人都好色，而我姐又是天姿叠色，这不就是突破口吗？他怎么今天在家？姐夫，今天周六啊。对了，昨天出那么大的事，他怎么跟没事人一样？姐每次压力大就会做瑜伽放松，冷静思考。姐，怎么了？家里通知今天下午3点召开家族会议，那些人根本就是没安好心，故意在周5把问题暴露出来，紧接着周6召开家族会议，这逼根也太迫切，太刻意了。不对，或许对方就没打算掩饰。姐夫，不如下午你陪我们一起去吧，一起给姐姐撑腰。慕瑶，别闹，你忘了上次。抱歉，姐夫，没问题，我跟你们一起去。可我已经恢复正常了，而且不是说好的吗？这段时间有任何需要，我都会好好配合的。齐宇真的和以前不一样了，那就麻烦你了，等下午我回来接你。事情我已经安排下去了，新配方的试验由我最信任的负责人亲自盯着，至于结果，就看你的了。唐总效率挺高，万一成功了，准备怎么感谢我呢？我倒是有个主意。什么主意？如果真成功了，就让我姐亲你一下。你要死啊！姐，你莫非不敢？我有什么不敢的？如果真能成功，亲他一下又如何？好了，时间差不多了，走吧。你们怎么把他带过来了？暮雪，今天会议事关重大，赶紧让他走。现在局面已经够糟了，别再添乱了。哟，这不是我唐家的傻儿女婿吗？稀客呀，1年多没见，可想死我了。原来是唐小少爷，这1年多，我也很想念你啊。不仅是个傻子，还很贱。去年羞辱不够，今年又送上门来了。带这种人来开会，真不会拉低我唐家平均智商吗？唐斌，闭嘴！好，我闭嘴。我得离傻子远点儿，免得被传染。先进去吧。还不赶紧跟上！这傻赘婿怎么来了？让他参加家族会议，不是胡闹吗？启明，人到齐了，开始吧。这件事还是让少儿说吧，他更清楚情况。我今天要说的事情，关系到公司发展，更关系到我唐家存亡。大家都知道，公司关键在于新品研发，可是唐暮雪、唐总主导的新品失败了。据我所知，全面评估模拟实验已经出了致命问题。谁说失败了？唐暮雪，不用否认了，你敢不敢保证，如果到时候新品不能顺利发布，你就引咎辞职，让出总裁之位？唐少，你有什么资格让我姐让出总裁之位？唐暮雪，
自己不敢开口，让你妹妹替你出头。暮雪，是真的吗？新品关乎我唐氏集团的声誉，可不能马虎啊！我来替暮雪保证。你保证？一个傻子居然，太好笑了！下次再从你嘴里听到那2个字，就不是茶杯这么简单了。孙儿啊，小畜生，你敢动我儿子！我的儿啊！反了，反了！居然敢在家族会议上撒野！来人，来人，给我把他拿下！老太太，秦玉只是一时冲动，请您饶过他这一回。是啊，是唐斌先骂人的。老太太息怒，我觉得此事还是源于他的那个保证。如果他刚才的保证算数，那冰帝言语不妥，此事或可从轻发落。可如果他只是在戏弄大家，之后又动手打人，那就罪加一等，绝不可原谅。现在只有一个问题，你的保证能算数吗？他是我丈夫，自然能代表我。唐暮雪疯了吧？居然拿总裁之位给一个傻子做赌注！傻子也会传染吗？真是不可理喻。少儿说的不无道理。既然暮雪答应了，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今天我牺牲儿子和孙子帮你们负责，这份额到时候可得好好谈谈了。不行，这没道理。刚才那话是秦叶说的，可不是暮雪说的。暮雪，为了这个傻子用总裁之位来赌，太不划算了。老太太，这绝对不行！大伯、大伯母，在座的各位可都听得清清楚楚，唐暮雪已经亲口承认了，这件事不可更改，谁也别想反悔。不改就不改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？抱紧姐夫大腿才是最重要的。姐夫可是连血罗刹都恭敬的人。暮雪，你糊涂啊！你这孩子怎么能跟着他一起疯？好了，就这样吧，散会。暮雪，老实告诉妈，你不会真的看上这个傻子了吧？妈，他不是傻子。好，好，好，他不傻，但我警告你，你绝对不能对他动心。你看看他今天给咱家惹了多大的麻烦。我知道了，妈，我先回去了。今天要不是你站出来，我可能真的撑不下去了。配方的事情你放心，不会出问题的。是啊，姐姐，你要相信姐夫。我相信你。秦宇和慕瑶还在安慰我，我也许真的不适合经商，等到检测结果出来就放手吧。我今晚就不去，不用等我了。肯定是去找周彤姐姐了。少儿，你当真可以保证唐暮雪不可能在剩下的时间里翻盘？当然可以保证，试验数据出现问题是肯定的，而且不是小问题，这一点确凿无疑。短短1个月不到的时间，他唐暮雪还能把配方问题解决了，痴人说梦。只是今日为何唐暮雪和那个赘婿敢保证？一个傻子而已，他的话无需在意。要不是他，今天还没有如此圆满的效果呢。至于唐暮雪，当时我用话将他逼到那里，他除了答应，还有其他选择吗？父亲，比起这个，我倒是更加关心那位郑大少什么时候要了他的命。哥，你来啦！走，哥带你去外面吃，好好犒劳一下你。我菜都买回来了，就在家里吃吧。现在外面吃饭多贵啊！正好，前2天走得匆忙，你还没尝过我的手艺呢。也好，今天我就好好尝尝我妹妹的手艺。对了，哥，这么多年，你找到关于你亲生父母的消息了吗？以前问过爸妈，他们都不肯说，现在他们都已经去世了，又从何处得知呢？哥，你是不是怪爸妈？
想什么呢？我怎么可能怪爸妈呢？对我来说，他们就是我的亲生父母。或许，爸妈是想等我更大一些再告诉我的。可惜我突然失踪了，期间他们又出了意外。哥，有一件事我不知道该不该说。跟哥哥有什么不该说的？说。哥，我怀疑爸妈的死不是意外。小童，你的意思是？在爸妈出事前一段时间，他们似乎就有些不安，和我说了一些有的没的，好像预见到会出事一般。预感到要出事，可他们只是普通的老百姓，以卖菜为生，谁又会去害他们呢？哥，也可能是我想多了。好了，别说这么沉闷的话题了。如今你回来了，我也考上了金陵大学，爸妈在九泉之下也会欣慰的。这件事绝不简单，我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。小童，我送你去上班吧。不用了，我一个人扫个共享单车就行了。你一起去还得浪费几块钱，你再回来浪费的就更多了。好，好，好，听你的。对了，那个经理没对你怎么样吧？是又怎么样？陈经理现在太热情了，我刚要干什么他就抢着干，搞得其他服务员都有闲话了。那就好。哥，我走啦。路上小心。身世，养父母的死，这中间到底有什么联系？秦宇，真的是你啊！刚才冉一说是你，我还不敢相信呢。好久不见，7年了吧？当年你怎么好好的不见了？之后大家聚了几次，都还提起过你呢，可谁也没有的消息。出了一点事情。那你现在在哪儿高就？无业游民。当年你长得帅，成绩好又怎么样？现在还不是个连车都没有的穷光蛋。秦宇，男人没有工作可不行。我以前居然喜欢过他，现在看长得帅有什么用？这个社会终究还是要看钱。如果不嫌弃，可以到我公司来。不过你高中都没毕业，只能打打杂。一般人我开3000，看在老同学的面上，我给你开5000。不好意思，我嫌弃。秦宇，你要明白，现在这个社会，一切都是向前看的。冯志轩是看在老同学的面子上才帮你的，你别不识好人心。就像刚才，冯志轩带我去了一趟高级西餐厅，一顿饭就吃了几万块，这些没有钱行吗？哦，那挺好的，祝你们幸福。看来你还是不知道这个世界的真相到底是什么。冯志轩，我们不是准备去全场吗？就带他一起去见识见识，省得他一直活在自己的世界里，不知天高地厚。既然冉姨你开口了，就一起去吧。全场，世界真相，说不定在那里能找到养父母死亡的线索。开车吧。怎么好像我成了秦宇的司机了？从现在开始，你们要谨言慎行。这里随便拿出一个人来，都至少是千万富豪。这2楼和3楼是做什么的？2楼只有江城顶级人物才有资格上去，至于3楼是办公区域，更不能随便进。这全场背后可是风云帮和高家。冯总，原来是潘总啊！冉姨，这位是宏图公司的总裁潘总。原来是潘总，幸会幸会。我好像来的有点晚，没我坐的位置了。怎么可能？哪怕没我的位置，也必须有潘总您的位置。潘总，您跟我来，我给您安排。秦宇，你让一下。秦宇，潘总来的迟了一点，没位置了，你让一下吧。凭什么？凭什么？你说凭什么？要不是我带你进来，这个地方你进得来吗？你觉得没你，这地方我就进不来？你以为呢？就凭你一个无业游民，有资格进入这里？我没时间跟你啰嗦，要么把位置让出来，要么给我滚出去。秦宇，别磨蹭了，人家那么多千万富翁、亿万富翁都站着呢，你一个无业游民站站又怎么了？总不能让潘佐站着吧？本来我刚才都已经准备走了，不过现在嘛，我决定
不走了。曹公子，曹公子，您也来了，快点滚！跪下！我家被灭肯定是他干的，绝对不能招惹。没听到我说话吗？赶紧滚，把位置让给曹公子。曹公子，您打我干什么？秦少，我绝对没有这个意思。堂堂广鼎投资的公子，怎么会对一个年轻人这么恭敬？这年轻人到底什么来头？曹公子，你是不是认错人了？他是我的高中同学，只是一个无业游民而已。是啊，要不是志轩，这地方他都进不来。这么说，你们是觉得我眼瞎了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想说，滚一边去！以后离慕瑶远一点，不要打他的主意。是，这一点我可以保证，绝对不敢。好了，别杵着了。是，我这就走。这个秦羽一定是用了什么手段蒙骗了曹公子，我一定要戳穿他。桑坤！这人是个武者，这擂台赛还能允许武者和非武者打？死子不是大哥今天让查的那个小子吗？邱兄，这桑坤现在可是我们的摇钱树啊！多亏了高少介绍，桑坤能隐藏武者气息，在这擂台上就是战无不胜。这小子是谁？值得邱兄你特别关注。他之前把我们的人打了，听说他是唐慕雪那个傻子老公。那个傻子？刚才广鼎投资的曹辉对他的态度有点古怪。这倒是有点意思了。正好这里太闷了，我下去走走，会会这个傻子。高少好！这才是真正的大人物。秦羽，高少竟然是为了这个年轻人来的。高少竟然和他平起平坐，凭什么？他到底走了什么狗屎运？这年轻人到底是什么身份？高少竟与此人平起平坐。高少，你这种大人物找我有什么事情吗？我对你有点兴趣，所以打算给你一个机会。哦，高少打算给我什么机会呢？把你老婆让给我，这个上面的数字你随便填。原来高少是看中他老婆了。听说高少最喜欢少妇，这小子运气真好，用一个女人换一辈子荣华富贵，这买卖太值了。我就说嘛，他一个废物怎么可能认识高少？找死！支票就算了，不如我们来打个赌如何？打赌？你想打什么赌？不会是想讹更多的钱吧？真是贪得无厌。很简单，就赌台上这2个人的胜负。你是在耍我吗？傻子都知道桑坤马上就要赢了，这有赌的必要吗？不，我赌另外一个人赢。这小子疯了吧？那寸头都快被打死了，拿什么赢？你们懂什么？他肯定是想把老婆送给高少，又怕被人说闲话丢面子，所以故意找个避输的借口，既当婊子又立牌上。真是个窝囊废，连自己老婆都能卖。好，你小子挺会上道，这个赌我打了。那赌注呢？你赢了，想要什么赌注？随便提。如果我赢了，把你老妈送给我就行。你找死！怎么，高少不敢赌了？舍不得孩子套不到狼，你想要我老婆，我赌你老母不过分吧？好，我就跟你赌这一把。反正台上这局马上就结束了，必赢的局我为何不赌？等契约签好，我要让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对了，是不是还可以下注？不错，但一般只能是开盘前。本来还想再添点彩头呢。你是想买那个寸头赢？我既然看好他，自然是买他赢了。好，
我给你开个绿灯，允许你现在买，你想买多少？就买个1000万吧。花1000万赌一个必输之人，这小子绝对是个脑残。现在那村头1赔100都没人买。这家伙一个无业游民，拿得出1000万吗？肯定是装腔作势。那就刷卡吧。你去刷吧。你干什么？我把身家都押上去了，当然要好好鼓励一下，让他别输了。哥们儿，我刚才买了1000万，你赢，给我争气一点啊！都这个时候了，还有人买我赢，还是1000万。哥们儿，好好打。要不是你刚才喊那一嗓子，我能挨这一腿吗？哥们儿，喝瓶水，谢谢。这家伙看起来厉害，但最大的破绽就是太拖大。你一会儿抓住机会，直接强行进攻他的弱侧，定能转败为胜。道理我都懂，但我现在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，拿什么强攻？这股力量，难道是他？歇够了吗？我劝你还是认输，这样少受点罪。休想！我看好你哦。怎么样？他受到鼓舞了吗？当然，接下来必赢。绝对不可能！高少，我好像赢了吧？高少，什么时候把你妈送过来？这小子不是在做戏，他是真的要跟高少作对。小子，你可知和我作对的后果？我们不是只是打个赌吗？怎么是和高少作对呢？到底是谁将此人带进来的？高少，他是我的高中同学。偶然碰见才带他进来的，我万万没想到他竟敢对您不敬啊！求高少饶命啊！滚！金宇，你他妈想死不要连累我们！快道歉，快给高少道歉！快跟高少道歉！金宇，算我求你了，你道歉吧，我不想死啊！看在同学的面上，这是最后一次。好了，我是不是可以兑换我的赌注了？高少，赶紧打电话把你妈叫过来吧。1000万，32倍赔率，岂不是3亿2千万？我们全场自然会兑换赌注，但高少是我们的贵客，另外的赌是不是可以取消了？如果我说不呢？那恐怕这件事就不这么容易了。他作弊！你快说说他是如何作弊的？他是一个武者，刚才那一击绝对是地眼境以上的武者才能发挥出来的力量。我不是，我真的不是武者。好啊，原来是武者上台作弊，这一局你输了。我说他才是武者。那就各自拿出证据来。去检查一下那个家伙是不是武者。等等，心虚了。乖乖跪下，给我磕100个响头，再把你老婆亲手送到我床上，考虑偿你一命。你们两个狼狈为奸，谁知道会不会在检测的时候做什么手脚？这种热闹怎么少得了我任天红？任大少，我任天红的名字在江城应该还是有几分占量的吧？就由我来检查吧。任大少有雅兴，自然是再好不过。这位秦公子意下如何？没问题。你去看看。
我这随从别看只有地级巅峰的实力，但是论眼力和天级强者也不相上下。回人也，此人身上毫无武者气息，确是普通人。结果已经出来了，各位还有什么异议吗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刚刚那一击，普通人绝对打不出来。你在质疑我吗？本来想给你们留点面子的，既然你们不要，我就帮你们撕了吧。武者，三坤才是武者。原来你们这全场在玩套路啊！退钱，谁喊过贼？退钱！退钱！保安，给我废了这小子！他也是武者！你们两个，给我上！杀了他！现在该算算我们的账了。我再多给你1个亿，刚才的约定作废。你老妈就值1个亿。在你说出那个赌注的时候，已经注定神仙也救不了了。小子挺狂啊！形似而神散，垃圾。你是天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敢动我，高家绝对不会放过你的。齐先生，给点教训就行了。如果真杀了，会出大事的。你要管我的事？不敢，不敢。我只是想告诉秦先生，高家也有天级武者坐镇。这样吗？多谢提醒，我知道了。多谢先生救命之恩。你不用谢我。第一，我即使不出面，你也不会死。第二，我也不是为你，换一个人，我也同样会那么做。所以有什么话就直说吧。我想变强，别拐弯抹角。我想成为武者。为什么？为了我在乎的人从此不再受人欺辱。起来吧。您答应了。看你表现再说，明天下午等我电话。对了，还不知道你名字。我叫侯浩，家里人都叫我猴子。猴子，倒是挺形象的。家主，这件事对我们高家简直是奇耻大辱，一定让那小子血债血偿，不要抽他的筋扒他的皮。对，江城可都看着呢。如果不以雷霆手段解决，我高家就成笑话了。杀了秦野，为忘川少爷报仇。都住嘴！忘川是家主的亲儿子，论难过，家主比谁都难过。告诉风云帮，我的儿子是在他们的地盘上出事的，他们必须给我一个交代。另外，叫陈供奉来。如果风云帮解决不了那个小子，就让陈供奉亲送他上路陪我儿。这是一门修炼功法，注意事项我都写在上面，拿去修炼。如果能修出气感，再来找我。如果做不到，就不用来了。恩公放心，我一定不负所望。风云帮怎么会出现这里？出大事啊！小子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昨天晚上放你了一马，怎么你就这么急着下去赔？昨天的事，高家需要一个交代。我不管什么高家，我只知道你们的行为破坏了我喝咖啡的兴致。这可是一个舍不得花钱的人请我喝的。
你说什么？看来风云帮的招人标准该改改了，耳朵都不好使。狂妄！给我带回去！住手！放开二当家！你们是想跟我比比速度吗？我很讨厌被人打扰，所以你去死吧！我告诉你，我是风云帮二把手，动了我，风云帮不会放过你的。可惜，你见不到了。住手！你觉得你有资格阻止我？你要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动手，你难道不怕被通缉吗？这种威胁对我无效。我知道你养父母的消息。希望你说的我养父母的消息是真的，还不滚！说吧，如果接下来的话不能让我满意，后果你承担不起。当年你养父母车祸，虽然事发路口没有监控，但往外扩的街道肯定有。当时的办案人员想要继续查下去，却被上级强行勒令停止了，案子匆匆结案。到底是谁下令停止调查的？不知道，那时候我还没调来江城。那当年的办案人员呢？他叫朱建，在那件事不久后就办了内退。现在他在哪里？不知道，他一身清苦，孤身一人，下落不明。我知道的都说了，现在你得告诉我，何家父子是不是你杀的？昨晚全场的事儿是不是真的？是又如何？不是又如何？其实我也调查过，高家父子纯属是咎由自取。我来找你也只是想给自己心里一个安慰。现在你得到你想要的了。感谢你今天告诉我这些。你是个好人，我只是不想你误入歧途。这秦羽锋芒太露，过刚易折，但顾老爷子对他态度如此恭敬，绝非寻常。董事长，唐家老大唐启明父子来访。唐家？什么唐家？不见。等等，唐家，秦羽不正是唐家的上门女婿吗？让他们上来。我们任家在唐家的瑞美药业还有1、2成股份，这点筹码，现在倒是能派上大用场了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慕瑶说有江湖救急的事让我过来。他也把我叫来了。姐姐，我临时有事溜啦。电影票我买好了，二维码发给你了，让姐夫陪你看吧。这丫头说是陪我看看电影放松一下，我来了，她倒是溜了。既然她都这么费心了，也别辜负，就去看看吧。那个，我突然想起家里还有份文件没处理好。那我们赶紧回去处理吧。电影院那种氛围，就不信你们擦不出火花。为了你们俩，本姑娘真是操碎了心。咦，电影还没结束，你们怎么就回来了？我突然想起有份文件要处理，先上去了。姐夫，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啊！你一天到晚都想些什么？饿了？做饭阿姨请假了，我只吃了点零食。那他呢？
肯定没啊！本来我是想着你们看完电影，正好在外面一起吃个饭、逛一逛之类的。算我辜负你一片苦心，我给你们下面吃。姐，快下来吃面！太好吃了，姐夫下面简直比星级酒店还棒。姐，你看姐夫上得厅堂，下得厨房，是不是绝世好男人？是挺好的。几只老鼠跟了这么久，这小子大半夜出来吃宵夜，倒是会享受。哼，做个饱死鬼也不错。别废话，家主说他可能是天机，小心点。他发现我们了。知道我为什么带你们来这里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不想弄脏我住的地方。哼，陈公宗，让我来会会他。天机，你真的是天机强者！是陈供奉，天机中期的陈供奉居然……族长，他这是在警告我们。陈供奉都不是对手，要不我们还是把高望者欠的东西送过去吧。给我把这个混蛋拖出去！族长，我错了，饶了我！这是在打我高家的脸，此仇不报，我高家誓不为人！唐暮雪，你凭什么开除我的人？他们导致实验失败，必须承担责任。你一个吃软饭的来这里干什么？我来看我老婆，关你屁事！你们父子不就是想篡位吗？等你们成功了再来叫喊。姐夫说得好。好，你们给我等着！等我搭交任天红任大少，看你们到时候还笑得出来。姐，姐夫修改的配方怎么样了？周末已经安排人重做了，但结果还要等。慕瑶，你穿的这叫什么衣服？布料还能再少点吗？这叫时尚。姐夫，你说我穿的正不正常？正常，挺正常的。姐，我刚才和姐夫过来，不少人议论姐夫的身份呢，不如就趁这个机会将姐夫的身份公开吧。不行，我还得寻找养父母出事的线索，怎么可能现在公开身份？我好歹也是一个大美女吧，你就这么迫不及待撇清关系，不想跟我产生瓜葛？什么事儿？总裁，这有一份文件需要你签一下。秦先生，救命！我被风云帮的人包围了。弟弟，我有事先离开一下。姐姐，刚才那绝对是一个女人的声音，你再不抓紧，姐夫可就要被人拐跑了。跑了就跑了，谁稀罕？从认识到现在，我们也只见过2面，给我一个帮你的理由。从此以后，秦先生就是我的主上，只要您一声令下，我做什么都可以。好。
我答应了。你们风云帮到底想要干什么？我们要干什么？当然是吞掉你的地盘啊！至于血罗刹你，我们大当家发话要收你给他暖床。我劝你还是束手就擒，否则到时候弄花了脸可就不好了。真是一出好戏啊！是你！真巧啊，又见面了。小子，我劝别多管闲事，我们大当家已经在路上了。闲事？这明明是我的家事。你说是不是？是，主上。血罗刹，你以为这小子能保住你？我劝你认清现实，与其任他做主人，不如臣服在我们大当家脚下。呸！他还不配！给脸不要脸！敬酒不吃吃罚酒。小子，别以为上次趁我不备占了点便宜，我们风云帮就拿你没办法。哦，难道我记错了？上次像丧家之犬一样灰溜溜逃命的不是你吗？上次是我大意了，给我杀！杀了这小子，我提拔他当堂主。怎么会？二当家被一拳干掉了！你们先去街口守着，通知我们的人过来，一旦有动静立刻汇报。是。找个包间吧。这么迫不及待要我现身了吗？但既然是我自己选的路，不管结果如何，都要走下去。也许，这就是我的命吧。一会儿会有点痛，你忍着一点。您是在给我治疗？废话，你受伤严重，几处经脉断裂，不治好以后会有严重后遗症。多谢主人。好了，运功试试。多谢主上救命之恩。既然认我为主，当忠心不二，如有异心，我定不轻饶。我血罗刹发誓，若对主上有二心，我死无葬身之地。行了，你的诚意我感受到了。主上，风云帮帮主殷广森来了，还请主人暂避锋芒。殷广森算什么东西？我避他锋芒，既然来了，就会回去的。你就是秦羽，杀我风云帮二帮主，想好怎么死了吗？风云帮帮主殷广生，好一条老狗，真是见面不如闻名。年轻人不要太气盛，不气盛，那还叫年轻人吗？总不能和你这条老狗一样，靠欺负女人抢地盘吧？这就是你最后的遗言吗？主上小心，殷广森已经突破到天级巅峰。
么人？我没兴趣回答死人的问题，不过有句话得还给你，这就是你最后的遗言吗？都给我上！谁杀了他，我让做副帮主！主上，殷广森已死，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最短时间清剿掉风云帮的残余，避免风云帮为祸江城，能做到吗？没问题。另外，帮我找个人，他叫朱剑。是，属下一定竭尽全力。姐夫，你回来啦？对了，牧瑶，我一直很好奇，你怎么没有进公司帮你姐？就那个大染缸，我才懒得进去呢。那个老太婆和她的儿孙，还有大伯一家的嘴脸，我看了都想吐。确实，那你姐为什么还要坚持？要不是爷爷临终前将集团郑重托付给姐姐，她肯定也不想管。可爷爷从小就对姐姐寄予厚望，姐姐她不想让爷爷失望。那你现在每天都在忙什么？当然是重要的事儿。是什么？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难道这高家还要继续派人来送死？你就是秦羽，有事儿？有事儿？是有大事。何家旺、何兴天、何凯、风云帮、殷广森、高家少主高望川，这些人是不是你干掉的？不错。为什么杀他们？他们要杀我，我杀他们，正当防卫，有问题？别废话了，既然他已经承认，直接拿下，带回龙庭发落。我警告你，我们龙庭乃是大夏秩序守护者，对我们出手，与叛逆无异。我看谁敢！参见龙使大人。起来吧，这件事你们不用处理。可他身为武者，扰乱江城秩序，这就是我们龙庭的责任啊！那也是那些人破坏规矩在先，秦也只是被迫反击。另外，从今日起，他就是龙庭族长。等一等，什么龙庭族长？我可没答应。龙使大人，龙庭族长可不是开玩笑的。我做事需要你们来教，还不滚！为什么帮我？为什么帮你？如果我说我是你师兄，这个理由够不够？你在胡说什么？我怎么不知道我还有师兄？不然你以为我千里迢迢从京城赶过来干什么？我是你的九师兄，在我之上还有8位师兄师姐，你是第10位。我为什么不知道？因为老头子说了，你是他最看重的，所以在收了你之后，将我们所有人赶下了山。不告诉你，是不想你有依靠之心。你有什么证明？老头子好酒，最喜欢喝山脚下王寡妇酿造的烧搭子，还有他的枕头下压着几个光盘，是你五师兄孝敬他的岛国动作大片。老头子，你到底还有多少事瞒着我？连光盘的事他都知道，看来真是同门。好了，这个给你。龙庭族长的证件，我要这个干什么？小师弟，这身份虽然没什么了不起，但有时候能解决不少麻烦。查养父母的事，
如果有官方身份，确实方便很多。行，那就多谢师兄了。你变脸也太快了，不过切记，这个身份不要随意暴露，也别滥用。对了，九师兄，你怎么突然过来了？我好歹是龙使，看到行动名单上有你的名字，就急忙赶过来了。其他师兄师姐知道你还活着，肯定很高兴。他们都是什么人？以后你就知道了。不过，你九师兄算是混得比较差的了。龙使还算混得差？九师兄，要不进去喝杯茶吧？下次吧，我手头还有不少事，先回去了。姐夫，我刚才好像听到声音，你和谁说话？哦，没什么，就一个收破烂的。哦。今天的事情都知道了，风云帮2大当家毙命，血罗刹接管了地盘，江城地下势力的格局彻底改写了。不过现在的重点是，这变局背后有没有推手？什么人有如此能量？高望川被杀的事儿，你听说了吧？听说了，肯定是谣言。在江城，谁敢杀高望川？谁能杀高望川？那是真的。杀他的凶徒正是唐慕雪的老公，那个男人现在可是一个天级高手。不可能，那个傻子怎么可能是天级高手？这就是事实，无数双眼睛看着的。所以我警告你，不要打唐慕雪的主意。他既然敢杀高望川，又怎么会不敢杀我？不行，我得先下手为强。高家一定欲除秦羽而后快，我可以帮高家一把。牧阳，你急急忙忙叫我回来，说有重要客人，是谁？姐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周彤，秦羽的妹妹。结婚1年多，我竟然不知道她还有个妹妹。嫂子好，嫂子你真漂亮。你也很漂亮，来了这里就当自己家，别拘束。你们怎么不同姓？我们不是亲兄妹，我从小被他父母收养。听说你考上了金陵大学，真厉害，不像慕瑶。今天天气这么好，我们去逛街吧。周彤，快去试试这几件。太贵了，我不要。去试吧，就当是嫂子送你的升学礼物。这几件都要了，包起来。嫂子，我自己付吧。都是一家人，别见外。姐夫，楼上就是男装，去给你也好好打扮打扮吧。算了，我一个大男人折腾什么？走啦走啦，人靠衣装，马靠鞍。哇，姐夫，你太帅了吧！那些男明星跟你比都弱爆了。这套衣服是还不错。还是我那身休闲服输的。结账。哟，还真的是巧呢。唐慕雪，你上班时间不在公司，竟然拿公司的钱给这个傻子买这么贵的衣服。我用的是我自己的钱，不需要跟你交代。上次挨打还没够，滚！小子，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？上次不过是我大意，真当小爷我怕了你一个傻子不成？唐兄，
你这是怎么了？哥们儿刚去上个厕所的功夫，你怎么就被打成这副惨样了？胡少，就是这个小畜生，让你的保镖立刻给我把这小子拿下，我要亲手打断他的狗腿。放心，堂兄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，我保管让那小子爬着出去。你敢动我，高家绝对不会放过你的！抱歉，刚才没认出是您，您大人大量饶了我这一回。胡少，你认错人了吧？他是个傻子，你跟他道什么歉？闭嘴！从今天开始，我跟你划清界限。你究竟用了什么手段蒙骗了胡少？可能他觉得我是他失散多年的父亲。以后不要让我再看到你来找麻烦，否则我见你一次，打你一次。姐夫，你刚刚跟他说了什么？没什么，时候不早了，我们回家吧。燕天诀终于彻底稳固了，体内的真元也更加磅礴。这吊坠到底藏着什么秘密？果然不是寻常之物，看来是精中度够了。但我的修为还远远不够，无法真正激活它。琥珀的能量已经耗尽，想要快速提升修为，只有炼丹了。血罗刹实力太弱，也能顺便提升下。炼丹需要材料和丹鼎，材料好说，丹鼎得想个替代的法子。明天去药材店碰碰运气。家主，有消息了。说，那个小畜生死了没有？那个年轻小畜生他还活得好好的，今天甚至还陪着几个美女去逛了商场。他倒是快活得很，我儿子却只能躺在冰冷的棺材里。杀了我儿子，他必须陪葬。可是家主，此子毕竟是天级高手，陈供奉他们都已经遇害，我们不能硬拼呐。天级高手又如何？和他有仇的可不止我高家。家主的意思是？郑景峰联系我说愿意帮忙。那小子曾经花钱雇佣狼门出手对付过那个小畜生，也和那小畜生有仇。只要我们两家联手，定能布下天罗地网，将他碎尸万段。先生您好，请问有什么需要？我要找一些比较特殊的药材，不知道你这里有没有？先生您说笑了，我们庆丰堂是江城最大的药材店，如果我们这儿都没有，整个江城您都找不着第二家。那你看看，这些能不能配齐？这上面密密麻麻写的都是什么？这么多偏门药材，我连听都没听过。先生，中药可不能乱吃，吃错会出人命的。你只需要配齐这些药材就好。真是不识好歹。小李，怎么回事？让我来看看。这位先生怎么称呼？秦宇。秦先生，您要的药材种类太繁杂，品级极高，哪怕是我们庆丰堂也无法一下子凑齐。那需要多久？您留个联系方式，我会动用所有渠道，在最短时间内为您备齐，到时候亲自给您送过去，如何？可以。掌柜的，刚刚那位是什么人啊？我不认识，但从这些药材来看，绝对是一位中医大家。那不是巡捕司的罗薇薇吗？怎么这副打扮，还这么慌张？竟然有武者，这小妞怎么惹上武者了？上次她也算是给我提供了养父母的线索，跟上去看看吧。
跑啊？怎么不跑了？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，我只是路过。哼，路过？路过需要跑这么快？说，你到底听到了什么？老大，既然他不承认，不如让我们搜搜身，看看有没有藏着证据。我警告你们，我是巡捕司的队长，你们敢动我，就是与大夏为敌。原来是巡捕司的条子，那就更不能留活口了。老大，这么正点的女人杀了太可惜了，不如带回我们东营，为我们的艺术电影做点贡献。别废话，拿下他，速战速决！八个亚伦，臭婊子敢还手！难道今天就要受尽屈辱死在这里了吗？几位好雅兴啊！光天化日之下，竟然调戏良家妇女，哪来的蠢货？这里没你的事儿，滚开！我给你们一个机会，现在滚，或者死。原来是个傻子。秦羽，秦羽，你快走，通知巡捕司来救我！原来你们认识，那更不能放你走了，一起宰了！你竟然是高阶武者！西奈，秦羽小心，他是地级武者。原来是地级的小瘪三。这就结束了。秦羽，谢谢你。今天要不是你，我恐怕……举手之劳，就当还你上次告诉我线索的人情了。这些东营人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要追杀你？秦羽，你小心，高家联系东营人，准备对你不利。高家、郑家，你赶快离开江城吧。虽然东营人被干掉了，但高家调集了全部的高手，这次他们是认真的。全部？你确定吗？是全部。你怎么还有心情笑啊？有人把人聚集起来，方便我一网打尽。我为什么不能笑？一网打尽？这里的烂摊子，相信你处理起来比我方便。我先走了。秦羽，你到底是什么境界？喂，秦先生，不知道您现在方不方便？我想请您喝杯茶，说点事情。喝茶免了，直接去风云大厦见吧。风云大厦是我想的那个风云大厦吗？江城难道还有第二座风云大厦吗？主上，您来了。以后不用叫我主上，叫我公子就行。是公子。公子，风云帮的产业已经基本接收完毕，这风云大厦的名字，您看要不要改一改？就叫雨桐大厦吧。是公子和童小姐的名字吗？首领，任家家主任天红在楼下求见秦公子。让他上来。血罗刹竟然真的臣服于他了，这江城的天要变了。秦先生，任大爷找我，有什么要紧事？秦先生，别说笑了，这是瑞美药业2成的股份转让书。我听说唐家内部有人想借新品失利一事对唐总不利，我任某人愿意将这股份无偿赠与秦先生。有了这2成股份，唐总的总裁之位就稳如泰山了。有心了，不过这股份我不需要。秦先生，这可是瑞美的新品一定会成功，暮雪的位置谁也动不了。股份你收回去，但这份人情我记下了。等到新品上市，这2成股份的收益会超出你的想象。喂，秦先生，您要找的房子有眉目了。我等会儿过去看。秦先生，您要找房子？我手上正好有一套空置的房子，如果秦先生不嫌弃，我愿意送给您。不合适，你报个价格，我直接买下来就是了。秦先生，您这就是骂我。您股份不要就罢了，
如果这房子谈钱，我任天红以后在这江城可就抬不起头来了。好，这份人情我记下了。秦先生，这是钥匙。想我堂堂人家大少，送个礼竟然还生怕送不出去。不过能和秦先生搭上关系，值了。姐夫，你回来啦？你在家呢？怎么，姐夫你不想干倒我吗？哪有的事，这妮子穿成这样，简直是在考验我的定力。这可是小姨子，太禽兽了。我还有事，先回房了。胆小鬼！怎么了？公子，周彤他出事儿了。到底怎么回事？就在刚才，周彤在一家咖啡厅补习完，准备打车回去的时候，突然几个人窜了出来，掳走了他。虽然我手下的人拼命阻挡，但还是被他们得手了。对不起，公子，是我没保护好您妹妹。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，有什么线索没有？对方应该是武者，因为我安排保护周彤的几个人都是武者，其中甚至有地极境的存在。竟然还是武者，而且修为还在地极境之上，这是冲着我来的。对方已经联系我了，这件事你不用管了。敢对小童动手，谁都救不了你们。小子，想不到你来的倒是挺快。既然你们这么想找死，我又有什么理由不成全呢？动手！我来会会此子。天阶后期高手出手，这小子死定了！哼，找死！天极境后期，竟然被一拳击败了！小子，想不到你有这种实力。不过，你妹妹在我手中，不想她死，就用你的命来换。是什么给你们的自信？你再上前一步，我就弄死他！说，到底是谁派你们来的？高家。哥，我怎么会在这里？你没死啊？当然没事了，我去之前已经报警了，当时更好警察到。原来是这样，哥，那些人是什么人？对不起，小童，这帮人是冲我来的，是我连累你了。哥，你说什么呢？小时候我被欺负，哪次不是你挺身而出？这次我一出事儿，你不是第一时间就到了吗？你以后再这么说话，我可不高兴了。好，以后哥不说了。对了，哥，他们为什么针对你啊？因为前不久，那家的公子哥言语羞辱了你嫂子，我就教训了他一顿，所以就报复来了。这个公子哥太可恶了，竟然敢言语羞辱嫂子！哥，你教训的对。那个小童，万一有一天我和你嫂子分开，你怎么看？哥，你不会是想学那些渣男吧？你可不能做对不起嫂子的事情，否则我肯定是站在嫂子那一头的。怎么可能？我就是随便问问。你好好休息，今天晚上就别去酒吧上班了。我跟经理请个假。高家敢对我妹妹下手，那就得承接我的怒火了。都这么久了，怎么还没消息？家主放心，这次咱可是出动了3个天极境的高手，还有不少地极境武者，以及数十个死士。更何况我们手里还有人质，这小子就算是有3头6臂，也是必死无疑。也是。
忘川，今日为父就为你报仇，要此子的人头为你祭奠。家主不好了！慌什么？一个年轻人一路杀进来了。什么杀进来了？谁敢到我高家门上放肆？你怎么会没有死啊？就你派过去的那群废物也想杀我，不过嘛，我没事。今天你就要有事了。放心，这里的人一个都跑不了。你敢！小子，你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？这是高家，不是你撒野的地方。说完了？你想怎么样？说完你就可以去死了。所有人给我上！谁干掉这个小畜生，我给他10个亿！我到底惹到了什么人？青羽，我们收到报案，有人强行闯入高家行凶。青羽，不会是你干的吧？没错，是我干的。我知道高家打算对付你，你是正当防卫，但这影响太大，不好处理。龙庭族长，所以你现在应该叫我什么？长官。罗薇薇在。高家勾结外国，意图谋杀龙庭成员，绑架龙庭成员家属，现已查证，着令巡捕司即刻将高家曾瑜逮捕归案。另外，封锁消息，郑家郑景峰同样参与其中，我要将他们一网打尽。是。姐夫，你今天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？没什么事就回来了。姐夫，你老实交代，你今天是不是去干什么坏事了？什么坏事？我可是听人说，男人憋得太久很伤身体，是需要发泄的。你和我姐又没那个，你不会是偷偷跑去那种地方了吧？姐夫，你干嘛？不好意思，没忍住。姐夫，是我自己来就行了。哦，那行。你们在干什么？姐，你别误会，不是你看到的这回事。刚才姐夫帮我擦身上，不对，是姐夫刚才喷了我一脸水，连身上都是，所以他才帮我擦。唐慕瑶，你不会说话可以闭嘴。哦。姐夫，你说姐相信我的解释了吗？这我哪知道，她是你姐，她还是你老婆呢，都怪你喷我一身。要不是你污蔑我那个，我能喷出来吗？那你可以解释。这种事儿还需要解释吗？我要是真那么饥渴，你和你姐姐还能逃得掉？也是。唐慕雪，我跟你说清楚，你回来的时候看到的真的是误会，我没有对慕瑶做任何事情。我知道。那你一直盯着我干什么？有什么话你直说。配方研制成功了。真的吗？不仅成功了，而且实验室的数据显示，效果比原先的配方最理想的效果还要好上10倍不止。一旦上市，绝对会震惊世界。我早说过，会给你看神迹。我也早就跟你说了，要相信姐夫。姐，你记不记得自己之前说过什么？什么？你说如果配方研制成功，就亲姐夫一口。现在你是不是该兑现承诺了？当时那是……姐姐，你不会说话不算数吧？谁说了？我说话当然算数。我答应是答应了，但是可没说什么时候亲。姐，你这是耍赖。好了，不跟你讲了，我还要准备明天的发布会。
唐慕雪这是狗急跳墙了，新品都失败了，他还敢开发布会？这说明我们的策略是对的。只要发布会失败，唐慕雪和她那个傻子老公都得滚出唐家。我宣布，瑞美公司新品发布会正式开始。唐总，最近外界一直传言贵公司耗时3年研发的新品出现重大失误，请问您对此有何回应？感谢这位记者的提问。不过我要在这里郑重澄清一件事，所谓新品研发失败的传言，全部都是谣言。我们瑞美药业的新品研发已经成功，而且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。唐总，能具体说说新品究竟是什么吗？没问题。我们瑞美公司的新品名为个养元液，是一款保健品，无论男女，只要服用一个疗程，就可以让容颜至少年轻10岁，而且身体的各项机能也能年轻10岁，重新焕发生机。身体机能年轻10岁，这是一款保健品能做到的吗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，这一定是假的。唐慕雪，你骗得了别人，骗不了我。大家不要被这个女人骗了。公司新品研发失败是我亲眼所见，什么养元液我更是听都没听过。她只是为了争夺公司控制权，编造出来这么一个新品。是啊，身体机能年轻10岁，有点过于天方夜谭了。万一是真的呢？年轻10岁，连我们岛国最尖端的科技都做不到，你们下人在做什么白日梦？这是夏国3家最权威实验室出具的临床事件报告，足以证明我刚才宣传的效果没有任何夸大成质。是真的检测报告，效果也对得上。怎么可能？绝对是造假！夏国的技术怎么可能超越我们岛国？怎么可能？他怎么可能成功？造假，一定是造假！我要召开股东大会，罢免他的总裁之位。说得好，我郑景峰代表郑家全力支持唐公子。慕雪，你恐怕还不知道吧？你那个傻子老公得罪了高家，现在恐怕已经完蛋了。所以，乖乖辞职，嫁给我。我死了，我怎么不知道？秦宇，你怎么可能还活着？明明我已经和高家联手。所以你承认你和高家联手谋害我大夏龙庭族长了？我承认了又如何？开什么玩笑？就你一个傻子，还龙庭族长？你承认就好。郑景峰，你涉嫌买凶杀人，证据确凿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高家已经伏法，现在轮到你了。你们不能抓我！唐少、唐启明，你们勾结外人，损害公司利益，被开除了。我宣布，本次新品发布会圆满结束。